各位家長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2026至2027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注射式疫苗電子表格 eForm 填寫嘅方法。首先，請家長停咗嗰個 VPN，用香港嘅手機網絡打開電子表格。學校應該會喺家長信度提供一個二維碼或者係一個連結，讓大家可以用手機或者平板電腦打開呢個電子表格。見到呢個版面，咁就可以選擇語言，中文或者英文。首先請閱讀活動資料同埋嗰個須知，留意裏邊嘅一啲溫馨提示，然後回答問題，究竟係參加定唔參加疫苗接種，跟住填寫子女嘅個人資料。當家長輸入咗出生年月日之後，系統就會自動計算子女喺接種日嘅年齡。請查核資料是否係正確，然後選擇疫苗。跟住之後喺下面就會有疫苗資訊，係提供更多資訊關於有關疫苗敏感啦，或者係出血症嘅人士需要注意嘅事項。然後請家長繼續填寫。喺呢度呢，就家長係可以申報究竟子女係是否有任何健康問題，同埋填寫過往疫苗嘅記錄，避免咗重複接種。家長亦都請申報有冇參加到醫健通，並按需要上載需要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，讓我哋可以幫家長申請疫苗資助。到最後，請家長確定是否明白個人資料嘅政策，同埋預覽已經提交嘅資料是否正確。當所有資料係正確嘅時候，簽名位就可以由家長監護人。如果學生係18歲或以上，就請18歲以上嘅參加者自己直接填寫簽名。完成請 submit 提交，咁就已經可以完成咗呢個電子表格。好多謝大家支持流感疫苗學校外展嘅活動。如果有查詢，請聯絡學校、華光兒科外展或者衛生防護中心。多謝大家。